里的桃美亲子公园重新来开放，今仔日开始到8月28，规月1连续的活动，除了打造免费佮安全的耍水的环境，佮有这个艺文的表演佮假日的市集，这个活动是精彩佮丰富。 经过2年时间，玻璃镇桃美亲水公园重新开放，玻璃镇公所办盛大亲水节的活动，在热情活泼的歌舞表演下进行开幕仪式。互人户外活动足好的这个亲水环境的这个空间会当讲促成地方的这个观光产业会当升级。 玻璃亲水节系列的活动，逐礼拜还佫有艺文的表演、假日的市集，期待串联玻璃镇西里乡的景点，推动小旅行的活动。让大家可以跟着蝴蝶去旅行的这一条游线里面的水轴线，然后再体验夏天的这种冰凉的感觉。日关注环境乡亲假日去耍水，去体验精彩多元的亲水节的活动。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